大家好，今集有我 Kitty 同大家一齊睇樓盤。最近有唔少專才嚟咗香港，佢哋咧當中有唔少都會帶埋小朋友落嚟生活嘅，間接咁樣推高咗租金。今日我哋嚟到九龍塘呢個傳統嘅名校區，順便參觀一個豪宅單位，睇下呢一區值唔值得投資啦。唔少家長話，小朋友入到心儀嘅學校，分分鐘難過自己揾工啊！甚至乎萬冇3000，搬埋入名校網入面，增加入讀機會。而九龍塘除咗傳統豪宅地段，另一個賣點就係佢屬於41小學校網啦。當中嘅名校有拔萃小學、喇沙小學等等，所以吸引咗唔少本地家長同埋投資者㗎。如果唔計獨立屋同埋洋房，區內嘅一手樓有興盛創建同 TPG 合作發展嘅 Park College， 再對上嘅新盤已經係2020年嘅俊銳啦。講返41小學校網啊，基本上成個九龍塘都喺校網入面，但係都要小心啲擦邊位。好似位於喇沙利道6號嘅盛林，雖然佢喺喇沙小學隔離，但係校網南面用界限街做分隔，所以佢唔屬於41校網。而校網西面就用咗九龍塘站嘅路軌做分隔，所以筆架山1號屬於41校網，但係筆架山峰有一村花園就跌出校網啦。區內代理話喺九龍塘呢區廣播道嘅屋苑尺價會平啲，大概12,000至13,000蚊到，其他位置就視乎屋苑嘅質素而定。而今年的確多咗啲專才中意喺呢一區度租樓，而佢哋咧就特別中意一啲連緊廚同埋工人房嘅大單位，就好似我哋今日嚟到嘅雲門，亦都係主打呢類型嘅單位。雲門由華懋發展，樓齡有11年，一共提供47伙，近80%都係4房戶型，一梯2伙，各自有升降機。我哋而家嚟到呢個屋苑嘅2座低層 A 室，使用面積約有1500尺，屬於4房2套間隔。因為單位 keep 得幾新淨下，所以唔使點裝修就住得，或者可以直接放租。單位坐向東南，望內園景，採用兩邊玻璃窗，連埋一個露台。但因為係低層，望出去會見到前面洋房嘅天台，遠少少會望見對面嘅翠竹園。單位嘅客飯廳由玄關左右兩邊分隔，飯廳放咗張6人嘅大理石餐台，上面掛咗盞水晶吊燈。客廳呢邊放咗3張梳化同埋一個大型嘅入牆電視櫃。因為有4間房啦，所以咧南面會有條長嘅走廊做連接，但係咧業主就做咗少少改動，將呢一度分隔牆打通咗，令到呢個空間咧就更加實用。走廊左手邊係客廁。呢邊有浴缸，但係缺點就係佢係黑廁嚟嘅。隔籬嘅套房做咗張單人床，同埋有齊書台同衣櫃，相信係設計俾小朋友住。景觀就同客廳調轉，望向西北方會見到啲樹景。至於套廁比客廁細少少，只係得淋浴位啫。走廊另一面連接咗2間客房同埋主人房，其中一間客房望返內園，做到3邊落床㗎。做咗個大型衣櫃之外，仲利用窗台做咗張書台。走廊嘅最後咧就係主人房啦，呢度嘅面積咧大概有240尺，放咗張雙人床之後咧，仲有好多走動空間㗎。呢度嘅收納空間明顯多啲，床尾呢一幅牆做咗個電視櫃連衣櫃，套廁一樣係交樓標準，同時有淋浴同埋浸浴㗎。至於廚房就喺玄關另一邊，呢一個空間都幾大㗎。可以做到個 U 型工作台，同埋放咗唔少嵌入式嘅家電，好似雪櫃、焗爐同埋酒櫃咁。廚房後面就係一個連接工作平台嘅工人房。又係時候講價錢啦！而家呢個單位咧放售，同時放租，原先叫價咧就4900萬，最新咧就減價到4500萬，尺價咧就3萬零蚊，係市價嘅水平。月租叫價咧就9萬蚊，尺租咧就61蚊。代理話呢一區近年嘅樓價咧都冇咩大變化，但係靚嘅租盤咧就越嚟越少，所以租金咧就一路升緊。唔知大家對於呢一區嘅前景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
入伙會繼續同大家走勻全港。如果想睇到更加多嘅靚盤咧，記得要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更加多嘅新資訊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